选调，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定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定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经过一个礼拜，让我们又再一次聚集在神的圣殿来敬拜他。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起立。神说：“当我们大大张口，他必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阿们。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用热情敬拜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他是荣耀的君王，是配得我们歌颂与赞美的神。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我们欢迎你。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
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面，让我们再次宣告，大大张口，我们要大大大大充满，你的恩膏如恩雨，膏如雨，主啊，要浇灌在这个地方，浇灌这地，那些眼睛未曾看见，眼未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耳未主，听我们要见，渴慕更多更多。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面，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是啊，主，我们欢迎你的降临。主，谢谢你，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与赞美的神。主，我们知道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你坐着为王。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坐着为王。虽然洪水翻腾，但我们的心要坚定仰望你。主耶和华，你满有怜悯和恩典。我要一生一世投靠在神你的翅膀荫下。主，谢谢你。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生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
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诗篇29篇第10节这样说：当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在11节他这样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我要一心称谢你。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
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你必不离弃你手所创造的。是啊，爱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宝贝儿女，你必不离弃你手所创造的。主，我们知道你是坐在宝座上的神，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要坚定的仰望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的恩惠慈爱必保守保护我们这一生一世，都在你的爱的当中。主，唯有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现况，但当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心全然摆上在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困苦，将我们的心情都向你诉说的时候，主，你必搭救我们，因为你是那爱我们的天父。主，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主日盛会当中，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求神你安静我们的心，也开启我们的眼目，开启我们的耳朵，来听神你的声音，让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来坚固我们。主，谢谢你，孩子这样向你献上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谢谢。这是咱来吟圣诗，圣诗178首，圣诗178首。愿爱上帝圣殿，愿爱上帝圣殿，救主荣光凸显，伫遮有大欢喜，也过世上无比。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基督的
同心出声，宣读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咱同心来祈祷。至上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日子，你的引带甲同在，带领阮有平安甲喜乐。当阮搁一届奉主耶稣的名，组织伫你的圣殿，求圣神运行伫阮当中，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内面，拍开阮的心，搁一届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感谢主引带陈牧师来到阮当中，将你的话语搁一届透白，互阮会当听得到利益，造就阮的生命。当阮将今仔日的聚会恭敬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带领，互阮会当有满满好的得到。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用文11，诗篇42篇，现着我来启，恁来印。启用文11，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面语用我的目屎准饭食。我早前甲这人做阵去，带因到上帝的厝。我对念这个事。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准？你着毋望上帝，因为伊会面向我来拯救我。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准。你的瀑布出声，就深烟甲树烟三叫因。总是耶和华，你是要施出伊的慈爱，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你啥事袂记得我？我会对着击刺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准？你着毋望上帝，伊是我的面的阳光。煞者，咱要来读圣经诗篇29篇。诗篇29篇第10节、11节。现着我来读诗篇29篇第10节。大水泛滥的时，耶和华坐伫做王，耶和华坐伫做王，直到永远。11节，耶和华要赏赐快乐，互伊的百姓；耶和华要用平安赐福伊的百姓。11节，我搁读一解，耶和华要赏赐快乐，互伊的百姓；耶和华要用平安赐福伊的百姓。即点咱要请陈淑阿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耶和华坐伫做王，耶和华坐伫做王。大家平安。上帝坐伫做王，虽然问题真大，亲像咱要互大水淹死，总是上帝做王。上帝悠远伫遐掌管一切，伫真困难的中间，伊悠远会带咱行出一条路出来。看起来敢若无可能，但是伫上帝做工的中间，真侪时阵，迄个祝福是超过你所想所求的。
伫伊朗，咱知影，因拢是伊斯兰教，因回教，因非常会强，就是拢袂使反教。对伫因的国家来讲，这是因的国教。你若是反教，你就是背叛国家。有一个伊朗的即个牧师，伊就是传福音，伊无做啥物歹事，伊就安尼受掠到伫监狱的中间。伊关于伫监狱的中间，遐个监狱遐个警察就是逼伊，就是爱否定耶稣。伫遐甲伊威胁，你若是否定耶稣，我就放你出去，你就会当自由。当然，伊望即个伊朗的牧师，伊否定耶稣的时，伫因的境内，抑阁有真侪地下的教会的基督徒，望安尼会拍碎遐个基督徒的信心，互因拢会改信，转来回教的信仰。所以伊即个牧师受掠到伫监狱的中间，就甲伊关到伫迄个监狱的中间，关到遐个上歹特别上介歹的犯人做伙。伫因的监狱的中间，无亲像咱的监狱，阁有监视器、摄像头，拢无。所以顾在遐迄个监狱的警察，顾在因安怎要刑罚即个牧师。当然，即个牧师担起伫监狱的中间，遐个四周围会伫伊迄个房间，遐个足歹的遐个犯人，因嘛是取笑即个牧师，特别迄因伫信仰的中间，因伫遐着侮辱即个牧师的信仰，对伊真歹款待。即个牧师伊伫迄个所在就忍耐，伊继续坚持伊的信仰。虽然警察几若解叫起你出去讲，甲伊讲你着否定你的信仰就无问题啊。你若否定你的信仰，你就会当出去。你若无要否定，连你的太太，连你的家庭拢会受到真大的痛苦甲问题，因拢会受到阮的搅扰。总是即个牧师，伊拢犹原无改变，犹原坚持伫监狱的中间，伊逐工祈祷，伫遐读圣经。经过一段时间了后，虽然抑阁遐个犯人对伊欺负，遐个监狱的警察看见伊拢无改变，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伫伊逐工会食物的中间，甲减啊足少。伊已经一日已经一顿，就已经足少啊。因遐个犯人一日敢若食一顿尔，已经足少啊。伊阁甲伊念起来，阁互伊较少。望，互伊枵甲挡袂牢的时，即个牧师伊会当承认，讲我否定我所信的信仰。所以伊就用即种压迫的方法，总是无拍算。即个牧师若对遐个食物食足少的。伊嘛无反抗，伊嘛是照常坚持伊的信仰。到有一天，真正伊阵有一个感动，因为遮个警察感觉讲，即个人哪会安尼？伫遐咧想袂通的时，即个牧师伊做一个决定，就是伊要禁食40天。伊禁食40天，伊毋是要对抗政府，伊毋是要对抗遐个警察，伊乃是讲我靠上帝，我要坚持我的信仰。我伫即个监狱的中间，我要证明我所信的上帝是真。伊的信仰是遮尔单纯，是安尼来咧禁食，所以就禁食头一礼拜了后，因就咧想，伊一定挡袂牢的。总是无拍算，伫禁食头一礼拜的中间，第一天安尼过，第二天安尼过，伊照常行来行去，伊甲遐个犯人会讲话，伊伫迄个所在照常吟诗祈祷，人就已经感觉足奇怪，想讲伊第二礼拜一定会出问题。第二礼拜伊照常是安尼。照常行路是人较散啊，照常伫迄个监狱房的中间行来行去。当然，遐个甲伊关做伙的人拢有看见，因为照一般的人，迄个医生也是讲因的医学，讲一个人若禁食3天了后，就有迄种的迄个酮症现象出来，就是讲你的头较昏，会昏呐，头较戆，迄个会想要吐，毋若安尼你会快受气。毋若安尼，你头壳会开始迟钝。你已经无，迄个有啉水哦，但是伊拢无啉水。伊禁食一礼拜是安尼，佮正常安尼行，敢若无发生啥物代志安尼。连遐个监狱咧顾监的人，起头抑阁初无感觉，伊无食饭，因为伊本身就食足少啊，所以无感觉。后来发觉讲伊无食的时，逐个人就真奇怪。第3礼拜照常是安尼，所以伫迄个警察的中间，就伫遐甲伊。要求讲拜托你食物件，甚至有人偷送食物去互伊食，伊照常无食，无啉水，无食物，逐工就安尼坚持。所以伫遐甲伊关做伙遐监狱的人，因真正有看见遐犯人有看见讲，这已经超过正常的迄个反应啊，自然的现象已经是超过啊，所以就慢慢伊继续伫迄个所在吟诗而乐。
就有人甲问讲：你是安怎会当坚持到安尼？伊讲：毋是我硬要坚持，是我的上帝甲我托住咧，是我的上帝甲我扶持条咧。伊逐届人若甲问，伊就做即个见证。所以迄个上歹的迄个犯人开始对伊的改变。有一天就甲伊问讲：假使你的耶稣若是真的，你的上帝若是真的，是安怎会互你来永稳，你来关伫监狱的中间？伊讲：上帝爱我来到伫即个所在，传福音互恁听。恁拢无机会去听到耶稣，恁无机会去教会，只有我入来到伫即个所在的时，我会当传福音互恁听，我会当互恁认捌即个上帝。我想即个牧师有上帝的感动，讲出即个话，对咱来看，其实是真正安尼。当时伊要来教会，无可能啊。所以徛伫咱的教会的立场，人若讲未信者要来甲你召教会，你要召伊做结婚式无？我讲我要，毋过我有条件。我的条件就是你爱牧师讲道，就是正，无一定照家己的牧师啦，就是你真正爱照阮教会的规矩。你爱唱诗，你有吟诗祈祷，你爱互阮的牧师甲你祝福。就即个条件，你若做会到，你就来，阮就欢迎你来教会。我的态度是安怎要安尼？无论要来种植，无论是要来结婚式，我拢是共款即个态度。你当时要互遮个未信者入来教会中间，当伊若照咱的规矩，照咱的需要，讲好，我欢喜互牧师来主持的时，徛伫我的态度，我就传福音啊。我会讲足侪见证，因听有的见证，拄亲像即个牧师讲的，上伫遮艰苦的中间，我比人搁较艰苦，是安怎上帝安排你来到伫即个所在？因为只有入来到遮，我才会当传福音互恁听。恁较有机会听耶稣，恁较知影耶稣是一个带平安的上帝。所以伫迄个中间，对伫25日开始，迄内底就有人甲伊三甲祈祷，甲伊三甲吟诗。好，伊人的政府真正头壳疼啦。即个人，阮5万关入来到伫即个所在，是要否定耶稣，互所有的基督徒伫阮的境内拢消失。反倒当伫即个所在传福音，伊真正是头壳疼无法度。伊继续伫迄个中间禁食35日，也是安尼。伫迄个所在，信主的人加添，甲伊三甲祈祷的人加添，伊阁教因吟诗，阁教因唱歌。这教学长真正实在是，这警察实在是真无法度。总是其实其中已经有一寡警察开始心咧改变。啊，就到40日禁食了后，虽然监狱的医生无信耶稣，开始检查伊的身躯的时，身躯也无萎缩，也无有退化。照讲，你若禁食3天，你的内底的五脏六腑会萎缩，会衰竭，但是伊拢无，伊敢若失水那点，人较瘦那点，其他的拢正常。这个医生伊讲，这无法度解释。虽然伊无信耶稣，伊讲真正是无解释，无法度解释。所以拿来伫迄个中间，监狱的中间，伊嘛真正开始带查经班，竟然伊关8个月中间，伫迄个所在带查经班，迄个信仰伊家己本身无否定耶稣以外，伫监狱的中间福音阁传出去，这个消息传出去到伫因的迄个社区的中间，足侪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因信心反倒当伫遐加添，私下阁继续传福音，信心颠倒加添。当然，这个消息有若传出去伫隔壁叙利亚，也是迄个其他的迄个约旦的这个国家，有真侪地下教会拢受兴起，受激励，信心伫迄个所在加添。所以伊朗教会，伊朗的政府无法度伫8个月了后就放伊出去，无有啥物原因，无甲伊讲你啥物理由，我要放你出去，就叫伊出去安尼啊定。当然，伫迄个时阵，伊的家庭伫受威胁的中间，因拢。因咧威胁伊的家庭，嘛来互迄个牧师知，即个牧师靠着主，拢坚持伊的信仰。拄好咱圣经咧读的中间，伊讲即个大水，即个大困难，亲像临到伫即个伊人的牧师甲伊的家庭的中间。毋过上帝永远活着，上帝永远做王，上帝真正赏赐伊开力，亲像一再所讲的，真正上帝赏赐伊开力，伫遮尔艰难的中间，伊坚持伊的信仰。伊继续将伊所信的上帝传互遐四周围的中间，迄个上界歹的犯人，伊是安怎会接歹？因为
伊讨厌政府，伊讨厌家庭，伊讨厌四周围的人，伊感觉世间的人拢是歹人，所以伊对逐个人拢无情、无肉、无血、无情。总是因为甲牧师三甲做伙，伫这段时间的时，伊开始改变伊柔软。后来正做伫监狱的中间，伊伫这个几个月的中间，伊改变牧师也未出去，伊家己也未出去的中间，伊改变的是正做搬迁新来的犯人的中间。当因伫迄个监狱的中间有人冤假的时，这个大歹人伊就出来，伊即摆是大好人，伊就伫迄个所在来甲因沟通，互因会当正做和平，变一个人。监狱的警察拢看见，这是变一个人。所以后来这个牧师出去的时，当然因伫迄个国家袂当阁徛起，因就刷到伫迄个出国出去到伫别位的所在，继续传福音。后来阁将福音阁传转来到伫伊人的所在。咱看见伫即个活活的见证，这毋是干那即个见证啦，对。请恁若有机会去看网络，即马回教一阵的人来信耶稣，迄个印尼有100多万信耶稣，拢一直加添。是安怎回教的人、真信主的人会哪来哪济？照讲是无可能，因是非常的坚持因家己的信仰。因兜的人若一个人信耶稣，因是会当去甲伊迄落。去甲政府讲告密，然后连家己的亲老母、亲兄弟，也是因的亲人、伊的囝儿，拢得互伊死。因是遮尔专心的人，总是耶稣基督开始伫遮做工。咱若去有机会去看足侪人，迄个特别是回教的信主的人，你会感觉讲耶稣真着急。我若大概看因的见证，我拢体会到，伫即个末日的时，上帝心真着急。福音爱赶紧传出去，所以遮个人拢坚持因的信仰，伫坚持的中间忍受迄个艰苦，因为耶和华赏赐因快乐。伫迄个艰难的中间，耶和华赏赐因平安，所以伫迄个真艰难的中间，因继续坚持因的信仰的时，正做伫迄个真正做见证。所以要审判伊的，也是遐要杀死因的人，看见上帝的作为。迄个无可能的事，真做可能。本正即个即间的基督徒，我要互伊死，结果地大地重，连遐野青的人拢野袂掉，拢摔到外国去出，走了，行即个天灾地变的阴死，或者是9个基督徒要死的人，赶紧会当逃走去。即种的见证，即马足济。我若大概看这个见证的时，我就真正感觉讲，上帝的心真着急，咱哪会当无传福音啦？一个牧师伫遮大艰难的中间，伫监狱的中间，伊继续伫迄个所在将福音传出去。无毋对，大水泛滥，毋是干那即个牧师所拄到的，伫咱的世代一直咧发生。咱看见2019年 COVID-19 开始发生，伫迄个12月，伫迄个武汉开始有一个病例出来的时，咱就看见真侪人受传染，死人真侪，病院大客满，医生。根本医袂离，甚至都要隔离。遐个护士、医生无法度甲因兜的人相甲做伙，所看见的就是一阵的死人，毋是干那伫中国大陆安尼尔只，再看到伫其他的国家，大家拢足紧张的。虽然迄阵咱还袂到伫咱的中间，咱嘛是足紧张的，亲像大水泛滥。因为当你毋知影医药伫倒位，咱拢不知所措，无药啊！到底咱当时要念着？但是咱要拄着危险，咱拢毋知，总是伫大水泛滥的中间，上帝伫迄个所在讲，伊有缘做王，伊咧甲咱安慰，伊伫即个所在咧甲咱提醒，因为 COVID-19 过啊，2019已经过去啊。咱打开始的时，咱台湾嘛是真紧张。一个我们囝因的公司，一个人着尔，因全公司都拢爱带去病院，伫迄个所在验，伊无代志，伊嘛着爱隔离。伊倒来阮兜，连阮都爱隔离，睇大家拢过到遮尔紧张。迄个上可怕的代志，就是迄个恐惧，人的心会恐惧，因为你毋知影啥物方法，你毋知影药啊伫倒位，保持隔离，袂使探访，甚至礼拜堂来500个人都袂使去做礼拜。哇，大家人拢非常的紧张。但即个代志已经过去啊，日来个遮个代志继续伫遮咧发生，咱看见。最近印度有一个利百病毒，伫这个所在开始产生，这个死亡率，那传染死亡率70%到75%，一定死的，
真药啊，阁找袂出来。南韩即个国家讲，这是第一级的传染病，因为无医药，这是第一级的传染病。甚至迄个 WHO 即个世界卫生组织，伊嘛是讲，这是高级的迄个第关级的迄个传染病，因为无医药啊。你看去 COVID-19 啊，当时过尔，即马个新的病毒出来，当时要个新的出来，毋知。有一个15岁囡仔过身了后，伊去到伫天堂，这是一个美国查某囡仔高二的。伊到伫天堂的时，上帝甲伊预言伫2030前有发生3件大代志。伫遐迄个发生的大代志的中间，其中就是即个传染病。伊讲即个传染病伫即个中间要过来，当然已经有看到礼拜啊，病毒，当时要过来咱毋知，佮无药的时，耶稣甲伊讲一项。真侪人拢会恐慌害怕。伊讲，其实耶稣甲伊讲啊，伊讲上介大的问题就是人的惊吓，人的惊吓赢过病毒，比遐的传染病毋知影的病毒搁较严重。所以大水泛滥的时，耶和华一直做王，伫遮咧讲起，无论世间的代志偌大，上帝拢坐伫迄个所在掌管一切。上帝伫遐继续咧带领，上帝拢袂受影响。病毒搁较严重，是互你袂当去上班那定，是互咱无方便去共探访那定，也是去甲人讲话办代志。但是伊无法度阻止上帝的手做工，所以咱看见伫咱四周围，即种的困境会哪来哪大，毋是干那咱看见大地震、大淹水，即摆一国比一国搁较严重。即个16岁的查某囡仔去到天堂的时，耶稣讲3项代志，头一项就是天气变迁了后，美国有几州，伊有甲迄个名讲出来，有啥物州几州，包括日本的啥物所在，拢会淹大水，因为天气变迁，规个水拢涨起来的时，有真侪的地方拢会连土地拢会消失，拢淹大水，即个灾难拢来，这是头一项，互伊看见。第二项，有3日的中间，规个拢断电。规个充满黑暗，伫某一个城市拢充满了黑暗，手机也袂用得，无电，人真歹过日。第3就是讲，这个病毒，总是伊互伊看见茫的，是即个大灾难的中间。我想伫咱台湾，咱嘛就看会到，伫大灾难的中间，伊看见真侪人出来扶持，出来帮衬。咱看见真侪基督徒出来，咱嘛看见真侪无共款的组织，因三听、三扶持、送礼物。咱会记哩伫迄个。88水灾的时，小林村淹去的时，有真侪的百姓拢受分发去到伫无共款的所在。咱真侪的教会拢有所留迄个百姓啊，伫迄个中间有受邀请，特别阮教会，我迄阵伫迄个大树教会，阮就受邀请。林园教会也袂走，就是伫遐受邀请。啊，我就有赛车去到伫迄个义大遐有一个军营，有真侪基督徒受分散到伫迄个所在。我就带一阵的人，一礼拜去伫迄个所在，伫遐甲因安慰，伫遐甲因祈祷。你敢知影其中的一个人伫遐唱歌？啊，因为伊唱因的原住民的歌，我听无。另外一个基督徒甲我解释，迄是真悲伤的一条歌。伊讲我有厝，当时我无法度住。阮兜伫山顶，但是我无法度回去。你知影迄种人的心会痛苦。当我去到伫88水灾咧安慰遐个难民的时，我真正看会出，因真正实在是迄种的绝望。总是耶稣讲，上可怕的就是绝望的心。所以大卫用诗篇这篇，而且讲大水泛滥的时，这是伊家己的经验。伫伊人生的中间，伊太侪时阵，真正是迄种的死亡伫伊的四周围。但是我的上帝无改变，我的上帝伊永远做王。搁较困难，我毋知影我要安怎得到我，但是我靠伊，伊就会帮助我。我的上帝毋若做王，是永远做王。所以伫即个中间，伊得到真大的安慰。毋若做王那定，伊要想事快乐。
上帝毋若做王伫你灾难的中间，毋若做王若定，伊将平安要互你，伊也要阁祝福你。毋是干那祝福你的平安尔，连你的生活各方面，伊拢要祝福你。啊，即个故事，咱就会当对伫迄个，咱会当看创世纪28章第19、26节的所在。咱知影雅各当欺骗伊的老爸，得到大囝的名分，因的兄哥要甲伊杀的时，要杀伊的时，伊就开始逃走。伊是一个受刑囝，伊住伫家己的故乡的所在，是老母甲阿条咧。伊认捌上帝无毋对，因为伊有老母甲顾咧，伊过着平安安逸的日子。但是囡仔去逃难，伊就爱离开父母，伊家一个，伊爱逃走。迄个时阵，伊真正就感觉亲像大水泛滥，伊无通倚靠，伊孤单。我的上帝，伊所想的上帝是住伫因兜那定，伊无想到种上帝是逐个每一个所在拢住条咧。所以伊逃走到日落的所在，伊就伫歇眠的所在。伊讲伊摕一个石头伫遐歇困的时，12节讲伊梦见天推有上帝的使者伫遐爬起爬落，耶和华徛伫即个楼梯的顶面，伫遐甲伊自我介绍，佮甲伊祝福。伊讲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是以撒的上帝，我是雅各的上帝，我从来嘛是雅各的上帝，嘛是恁囝的上帝，我是你世代的上帝，我永远无改变，我永远徛在咧。你伫倒位，我就伫迄个所在；你徛去伫，你走到伫啥物所在，我也伫遐。虽然你无乖，你无听上帝的话，我也要祝福你。所以14节祝福讲，你的子孙要亲像土沙遐济，是对东西的南北四方，侪人也要因为你的子孙，因为你来得到祝福。所以上帝伫遐甲伊讲，无论你倒落去，我要保护你。这是伊的体会啦。雅各伊掠做上帝是伫伊的老母遐甲伊保护咧，遐体会上帝听较体会着。无想到逃走孤单的时，对伊来讲是大患难的时，上帝伫遐，上帝甲伊安慰，上帝甲伊鼓励。所以伊困醒的时，才讲，这真正是有上帝，上帝伫遮，我真正毋知影。所以咱伫11节的拄啊11节的中间，咱会当看见，这诗篇29篇第10节到11节，伫遮咧讲起上帝，无论伫什么种的环境的中间，要赐你平安。上帝要搁祝福伫你人生的中间，这是这个重点。第10节到11节，伊的中心的信息，平安甲上帝的祝福，永远要甲你伫地，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伫困境的中间，咱真侪时阵，咱还阁会拄着上帝要想赐你快乐来看赢即个困境。总是咱爱做的是啥物？就是爱会晓要倚靠上帝。咱看见圣经伫遐讲，咱的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伊会将所有的平安拢要赏赐互咱。毋那安尼，互亚善的会得到快乐，这是伊的应允。赏赐你平安，赏赐你快乐，赏赐你祝福你，逐项有的，是互你伫软弱的中间会得到快乐。亲像这伊人的牧师，伊真正实在是互遮的草稿有够亚善，总是伊伫主的内底有迄个快乐甲经调咧，伊也阁会当得到快乐。虽然是软者，总是上帝甲伊同在，伊就会看赢一切。甲拄啊的圣经在所讲的，上帝要赏赐伊快乐。啊，所以。咱看见，咱是安怎爱祈祷？因为耶利米29章伫迄个所在，伊甲咱讲，伊讲吼，上帝的意思本正就是对你我，无论你有乖也无乖，上帝本正对你我，就是要赏赐咱平安。伊对咱拢无有灾祸，无论你是有乖，你无乖，伊嘛袂灾祸互你，伊还阁想办法咧听你。所以伊讲，恁着爱求救我，恁若祈祷我，我着要听恁；恁若找我。恁就要拄着我，恁若专心找我，你就会拄着我。所以伊讲，咱着爱专心祈祷。这个16岁的囡仔，伊就到伫天堂的所在时，耶稣就甲伊带到伫一个壁，迄个壁有足济的光线，迄个壁，耶稣甲伊讲，这就是正人的祈祷。然后伫一条线的中间，耶稣就甲伊试咧，迄个光就发甲真光，然后迄个光会影响别个祈祷，就安尼。会受影响就对。伊听到迄个祈祷的时，迄个祈祷虽然耶稣毋是出声讲，是心灵讲，但是伊知影迄个祈祷，耶稣的灵就甲讲，这就是你为着座椅祈祷。你伫2个月前，你替座椅祈祷，
因为伊忧郁症，伊真郁卒，伊真艰苦，你替伊祈祷，所以你看你的祈祷，嘛影响别人，会来关心，嘛甲伊祈祷。但是即个查某囡仔甲耶稣讲我替伊祈祷遮久啊，伊的忧郁症也要较好啊。耶稣讲你毋通看外表，伊无较好。你的祈祷其实有一个规律，就是亲像讲上帝耶和华要想使规律甲伊扶掉咧。你的祈祷替掉伊，互伊会当伫黑暗的日子，一日平安过一日。你看起来外表，敢若上帝拢无咧听祈祷。其实上帝的手咧做工，耶稣讲上帝的手咧做工，因为这项代志，过去伊甲老母的感情无怎样，但是因为这项代志，伊的老母开始关心伊，一直咧甲伊关心，一直咧甲伊注意，因的感情就好起来。毋但安尼，佮四周围有真济的兄弟姊妹、教会的人也来甲斗关心。咱普通咧祈祷的时，你毋通看见敢若亲像上帝无咧听，其实上帝拢咧做代志。上帝安怎做代志，咱毋知，总是有一天你自然就会知。拄亲像即个伊人的牧师，伊拄着遮尔大，去加甲打入去是去互欺负，去互取笑，甚至配喙烂，人安怎甲侮辱，伊拢爱忍受。看起来伊家己的祈祷，伊做牧师，上帝敢若拢无咧祝福伊。总是经过一段时间，你就看会到，原来福音就是照着伊伫迄个所在来传出去。所以，这两个故事的中间，互咱看起是啥物？咱的祈祷，咱毋通失望。安尼，上帝是既然知影咱的啥物代志，上帝嘛知影你拄着啥物代志，上帝嘛知影我拄着啥物代志，上帝知影每一个人的代志。是安怎？上帝就家己就甲医治，上帝甲引出就好啊，开就搁爱咱祈祷。毋过上帝就爱咱祈祷，伊较要做工，毋是讲伊较要做工啦，伊其实有哪有点点做工。伊爱咱祈祷，调过伊有时上帝调过伊伫你软弱的时，伫你离开主的时，调过伊，互你拄着大代志，逼你就爱去亲近主。因为上帝爱你得救，上帝爱你会晓倚靠伊，上帝爱你甲伊亲近啊。上帝永远艰难临到你，是要逼你。更较会晓倚靠上帝，上帝知影，较毋知影你需要。上帝若互你好过，我甲你讲，你一世人拢废类啊！因为你袂去想着上帝的要紧，你袂想着讲我爱圣洁，我爱照上帝的旨意行。遐个跋倒爬起来的人，你甲看，因拢真正真听上帝话，足济改变。咱敢若看林正路长老即个传道就好啊，伊敢毋是迄阵大歹囝，但是真伊甘愿为主赔命，伊经历着。迄种受逼，无找上帝，未解决的问题，性命未解决的问题，伊搁转去看见过去遐吃喝玩乐的人，迄是何等的败坏。伫艰难的中间，目睭会铁金，所以是上帝逼咱，伊逼咱是伊的好意思，是伊的疼，是爱咱甲咱关系搁较好。那徛伫我，搁有一个理由啦，上帝爱咱会晓倚靠伊。上帝虽然知影你的需要伫倒位，伊是安怎进无要叮当，一定咧等你祈祷。我的想法是，我家己都无要无紧啊，我都毋免祈祷上帝啊，上帝是安怎都爱插我。这项代志我都无要无紧，我是安怎就甲你做便便。我徛伫世俗的眼光，我是安尼想。所以，上帝爱咱祈祷，咱来为着咱的国家祈祷。咱来为家庭祈祷，咱来为着咱的教会祈祷。你知影伫阮牧师迄阵45年前，伊有去以色列啊，甲无共款的国家，伫迄个所在有3个月的迄个考古学。啊，因对埃及，对伫迄个以色列要过埃及的时，所有的人因拢会当摕 passport 过埃及，干那阮牧师袂当过。啊，迄个时阵。我想咱较老一辈，咱拢知影，40-50年前，台湾的 passport 吼，足侪国家拢行袂通，所以迄阵会感觉讲，咱真正是互作气煞，总是咱看到伫今仔日，咱今仔日伫100外个国家的中间，咱是受尊重、受接纳的。你去到机场，敢若摕台湾的 passport， 拢真紧就通过。当然，这有靠台湾百姓因。的努力，
咱真侪时阵，咱也听到国家拄着困难，有真侪人就真郁卒，就伫迄个所在抱怨，就开始有真侪声出来。对伫旧年，咱的一寡预算，伫立法院拢被砍掉的时，哇，真侪声出来。我捌甲我遐个会友讲，我讲咱爱替国家祈祷。咱即马萧美琴，伊是牧师囝。我咧读新人院的时，伊抑个小朋友，因老母带3个兄弟姊妹，三甲伫遐行来行去，我拢看到真清楚。伊是牧师囝，我毋相信伊袂祈祷。伊若有祈祷，我相信上帝就会祝福。我家己安尼想，这是我真正的想法。是安怎？伫3年前，咱前年风台迄摆较大以外，你有发现讲，搁过前3年，搁前4年，足侪大台风到台湾的时阵闪过无？咱有雨水，总是灾难啊！对日本去，对菲律宾去，对中国大陆去，对韩国去，拢大淹水、大灾难。总是看拢是要对台湾来，到尾最后一刻拢闪去。我迄阵一个灵，我真正相信安尼，因为咱台湾是侪人咧祈祷，咱敢若看好消息，迄个UTV 啊，逐下知影7点就有祈祷会，8点就有祈祷会。毋若安尼，伫迄个伫无定时的时间，无论是大安森林公园，遐不时就有为台湾来祈祷，有足侪所在祈祷。圣经讲2、3个人啦，同心祈祷的时，上帝就一点伫迄个所在。今仔日台湾的遮尔受祝福，毋是咱的能力比人安怎较好。你敢知影？若对外国听到咱台湾，拢非常的危险。德国的朋友，我妹妹，我妹妹住伫德国，伊的小组的人安尼甲讲，我妹妹敲电话甲我讲，连我德国的朋友写批来甲我讲，台湾有平安无？我讲有啊，足平安啊，逐工嘛安尼出入吃喝玩乐佚佗，到处都是啊，我嘛是安尼啊。因想袂到，因想的就是阮已经过到足危险的。毋过咱家己知影，咱台湾咱足享受的呢。咱的医疗好，咱的交通，咱的时间，我真要坐车。我像讲，我后礼拜我要去到我拜六我就要去恒春，我真干那看迄车帮911-7B，我就知影剩几分要到伫咱遮呢。我迄个时阵提早10分出去，所以无误事。咱的交通、咱的医疗、咱的啥物货，即摆拢会使讲世界，互人足欣赏的。是安怎台湾安尼？我感觉有一群的基督徒。伫背后的祈祷，遐个 TV， 遐个祈祷的人，甲咱台湾挺掉咧。即个台湾伫四周围人拢想讲要消灭的人，今仔日伫即个国家毋若稳定，搁互侪国家真尊重，真侪外国人来讲爱要带踮台湾，因为暗时出去自由，医疗随入咪就免看。我捌脚转去伫加拿大急诊。等5点钟，医生无一个来甲我问，总是台湾一个入去，严伊就2点钟就甲你处理好势哦。有诶，佫较严重诶，就手术好势啊。咱今仔日是安怎享受伫即真正是宝岛迦南地诶所在，是上帝所祝福诶土地。我诶看法就是一群诶基督徒诶祈祷。若是安尼，咱诶家庭敢毋是佫较要紧？爱起祭坛嘛，家庭的祭坛，真正祭坛是伫你的心内啦。不是你拢会使祈祷，毋是讲你拢爱祈祷无停。我欢喜的是主啊，我感谢你，我学了你。我若想到这项代志，我就主啊，我感谢你学了你。我若想到烦恼的是代志，我就随时讲主啊，拜托，恳求你安怎，是照你的意思，毋是照我的意思。随时祈祷是，你也烦恼也好，你欢喜也好，随时感谢，随时学了。上帝所爱的是无停的祈祷，所以帖撒罗尼迦第5章讲，着祈祷无煞，你着爱祈祷无煞。今仔日台湾有一群的人无停咧祈祷，有咱长老会嘛，足侪人咧用 RPG 咧祈祷，啊，搁遐无迄个无教派的人，独立教会，也是遐外省教会。因拢不时拢开大型的教会，请外国的讲师为着台湾祝福。
咱今仔日台湾才会变到遮尔安定，所以咱爱感谢上帝。今仔日咱受拣选成做基督徒，咱敢无应该祈祷，为着即个台湾来祈祷吗？抑阁有真济代志，台湾的代志做法，互咱真烦恼。但是上帝讲，大水泛滥的时，伊坐伫遐做王，伊抑阁掌管一切。是咱遮有我靠上帝啊无？我常常拢会想讲，即个美琴姐啊吼，伊若无，我毋相信伊无祈祷啦。伊做一个牧师囝，我相信伊伫特别的时阵，上帝拣选伊，伊爱真做一个祈祷的人，甲即个台湾退掉咧。今仔日，咱教会有一个新的牧师要来，后礼拜咱要监选，咱有备办编无？我用祈祷要来甲即个教会退掉咧。我顶礼拜有来遮做礼拜，我感觉咱即个团队不止真优秀，是一个追求圣神的人。我相信伊会当甲咱的教会带领伫头前受祝福的道路的中间。总是搁较要紧的是，咱会对即阵的人会当甲伊挺掉的，用祈祷挺掉咧。因为一个好的牧师做工的时，外来攻击一定会足济。这我家己有体会，我欢喜搁较为主做工的时，我的攻击足大的。我的个性是袂讲出去，但是我家己我靠上帝，我家己我靠上帝，我就行会掉啊。何况一群的人伫背后的中间，若甲牧师挺掉咧，互牧师伫遮做工，互咱的中级有合一的灵，同心合一，佮想使咱的同工中级牧师信徒拢共款，有对上帝来的智慧。我甲咱讲，咱的教会真紧伫即个所在，就要让人家刮目相看。迄天也在对一个，我袂记你听到对一个讲啊，讲恁教会真紧就会起甲第4楼，有可能。所以上帝欢喜要祝福咱，上帝的心意就是带平安要互咱，带祝福互咱。毋过你有真心咧倚靠伊无？你若无倚靠伊，上帝嘛要激我。因为魔鬼就来啊！你著激我，你无要倚靠主，暗暝洗了自然就会来啊。咱若是要紧，三角退掉咧。来建起来，常常为着即个团队祈祷，互伊真紧得到好的一个属灵的同伴，来甲伊三角牧会以外，互伊伫逐种的时间计划拢有上帝的感动，是照上帝旨意。因为上帝既然坐咧做王，上帝就是咱教会的掌管者、主宰，伊较是真正咱的领导者。虽然牧师咧领导，但是着爱先听上帝的话来咧领导咱。咱若用即种的心志，伫祈祷的中间来甲咱的教会挺掉咧，我相信教会会极大的祝福伫即个所在，有上帝荣耀也要写出去，互见若行过。我的期待是讲，人对遮行过，就会感觉真正有土地是安尼哦。我行来即块土地，我就感觉无共款，我的心就感觉特别的平静。所以我的祈祷就是讲，见若对遮行过。咱就感觉讲，我开到行到遮，我的心就感觉特别的不一样，很平静。若是安尼，就是靠咱祈祷掉咧，甲即个教会听掉咧，这种荣耀的祝福就在你们当中。阿们吗？三个来祈祷，多谢阿爸，阮知影你永远做王，阮敢若应该倚靠你。总是搁较要紧的是，阮家己爱兴起起来。阮有看重即个代志无？阮看重教会受祝福，是对阮家己受祝福，阮的家庭受祝福开始。阮嘛爱为着台湾祈祷，台湾永远是主你咧做主宰，你伫遮掌管。虽然有真济消息，互人听到会烦恼艰苦心，总是上帝，你要阮甲阮的挑阮的祈祷，阮要甲阮的土地，台湾即块土地奉献伫你的手中。阮伫遮，阮自私，阮党甲党伫迄个所在，顾家己三攻击，赦免阮即种自私的心，怜悯阮，伊伫阮的土地，阮的土地抑阁有真济自私、抢劫、伤害、谋杀。主啊，拢恳求你来赦免阮，阮将即块土地交代伫你的手，阮来认罪。阮真正即块土地充满了垃圾，得罪着主，是物价保护来洗清以外。阮奉献伫你的手中，因为你掌管，阮所求的，就是互阮伫遮会过了平安丰盛。毋若安尼，要传福音，
互上帝的祝福束缚伫即块土地的中间。对阮基督徒做起，阮将阮家己摆咧伫你的手中，欢喜即种基督的呼召，来为主做工，祝福土地，祝福教会，祝福国家。伫你的面前，阮安尼迫切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咱做伙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21首美，圣诗21首美。上帝真正是我上帝，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趁早我要找伊，思想少年袂话得过，1万年久无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趁早我要找伊，思想少年袂话得过，1万年久无离。我心内上帝的阮，亲像空空艰难，海底我的有灵气阮，是路大雨阿惨。上帝甲阮好我高粱，我嘴应该学落。有水有你水天好食，不答应阮的好。你感到惨，你忘记了，上帝听当作你。上帝是你我阮当着，安稳自在欢喜。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摕出咱手中的周报，咱三个来看。顶周聚会，主日礼拜84人，奉献3440块；主日二14人，奉献550块；拜一妇女团契暂停；拜三基督会14人；拜六少年团契7人；拜六青年聚会5人。下主日事工分配，讲道列宗伟牧师，书会林丰正长老，司琴苦玉昭长老，当地黄志强长老、黄明勇长老。敬拜第二组，电子琴黄文婷姊妹；主日二第二组，导播音控黄家乐、李崇胜兄弟；电脑导演郭香婷姐妹；交代杨丽春、陈玉英姊妹；交通组老主任长老谢安南兄弟。下周主间事工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理玛雅时姐妹，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基督会敬拜李敏秀执事，司琴刘安德兄弟，台岛的家庭谢安南兄弟的家庭。拜四中级探访家庭是谢丽珠姊妹的家庭，轮值探访林丰正长老、黄建华执事。拜六青年团契敬拜杨仲成同学、破冰张博伟。同学内容团契时间，拜六少年团契主理老主任长老，圣诗247首、343首，圣经帖散罗尼迦全书5章15节到22节。题目是我靠上帝凡事谢恩。本周的金句是诗篇91篇第4节。咱台语甲华语的各读一解，台语的请。伊要用伊的舌骨压你，你要踮伫伊的舌下，伊的声势是大细的盾牌。华语，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消息，
报告。第一点，小会公告根据2026年1月21日第一届小会第二次议案议决，本会定伫下主日就是2月7日举行临时会员好会，拟聘监选黄家群传道师做本会第7任牧师，请会员踊跃出席。会员名单公布伫1楼的公布栏，请会员会当自行查看。当日若是无法度出席的会员，请提前长老也是区长来请假。牧师选举的规定如下：中会应派牧师甲长老各一名监选委员，中会所派牧师伫该选举的会员大会甲小会做议长，中会所派长老为该处小会员。选举牧师的会员合会需要在籍现任陪参会员2/3以上出席，甲出席会员2/3以上得票为当选。第二点，下主日2月7日9点10分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准时出席参加。第三点，今日举行对内财务演习，由本会总务部财务组列秀琴姊妹教导。伫礼拜后，请各团契的会计、财务出纳人员甲会长出席参加。第四点，原定伫下主日2月7日会计报告1月份的收支扫目，甲举行2月份的庆生会，因为举行临时的好会，改伫第3礼拜，也就是2月15日来举行。受请的名单如下：我称呼简约，有李慧茹、李圣贤、陈妍如、黄银华、白淑珍、麦慧玲、黄建庆等。祝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好杯满溢。第五点，本会伫2月17日拜二上午9点举行新春青社感恩礼拜，请兄弟注意礼拜的时间，预办心参加礼拜。过年的期间，例行的周间聚会，对2月16日到2月21日拢暂停一届。第六点，高雄中会2026年读经运动计划举行手抄圣经，对今仔日到开始报名到2月20日止，报名费用一个人200块，这是含抄写的稿子1本，请团队部林丰正长老来报名。第七点，本会青少年团契今日起到伫后礼拜2月7日有义卖春联，请有需要的会当伫2楼东直道的对面来购买，若有购买的会当抽奖一届，得奖的会当送一份小礼物，并且继续为着咱青年团契的事工代祷甲奉献。第八点，高雄市林园区公所伫礼拜5 2月7日上午8点到12点。举行林园有爱岁末送温情活动，地点伫咱溪洲2路的夜市广场。平汉长老以后摆档，请兄弟会当前往做伙来参与，做伙摆档共享主温。第9点，下主日的正道讲师是列宗伟牧师，圣经是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到第3节，阁有13节、39节到40节。伊的题目是信用、信心、信实。内底的部分，请咱照着每日的项目，也为着以下的事工来守望代祷，着为着特别提名的来祈祷。阁有咱顶周的奉献的民示，有伫遮，请咱家己来看。若是有登记错误的，请咱的会计李敏秀即事来更正。我来报告今仔日的奉献，月电现金15人。金额是41800块，感恩奉献8人5000块，建堂奉献5人19370块，奉献的总计是66170块，请咱做伙起立来念奉献的诗。请坐。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重要吼，所以我爱来甲咱做报告一下吼，就是感谢上帝。听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祈祷，赏赐一个咱的潘家群传道师，要来到咱的教会。总是因为伊是拄要来咱的教会，所以咱爱召开临时会会，伫后礼拜吼。后礼拜要召开临时会，咱时间共款无变，到9点50。咱要由咱所有的会员来遮来投票监选吼，来遮投票监选同意，互伊来到咱的教会做咱的牧者。所以后礼拜非常的重要，所以咱请咱所有会员拢会当尽量，莫讲尽量啦，会当尽量就是。来到这个咱的教会后礼拜来遮来做参加这个投票监选这个咱的未来牧者吼毋忘就是讲，咱若是真正袂当来袂当来，咱请咱各区的区长也是讲咱的长老咱来甲伊请假一下吼，因为咱后礼拜咱大概差不多爱。50个人出席吼，爱差不多50个人出席，咱的会员吼爱50人出席。咱嘛请咱的迄种各区的区长，咱拢会当伫即个周间的中间，咱会当联络咱的所有的兄弟姊妹，伫即个后礼拜会当来出席即个临时会会吼，来遮投票咱未来的牧师吼，伫遮搁一遍甲咱拜托，咱一定后礼拜一定爱踊跃出席吼。感谢以上。这是咱来吟上用的圣诗512首，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毋是煞咱请陈牧师来祝祷。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大家支持。恁若欢喜，请做一个台岛的人，为着教会祈祷，为着台湾祈祷，为着你的家庭大细汉来祈祷，为着你的公司，为着你所有四周围的朋友来祈祷。上帝的圣神的确要甲你支持，借着你要成做四周围的祝福，也要带互咱所徛起的环境，无论到伫倒位，拢有主的平安。这种的应允是对即时到万世代无煞。阿们。